佚佗。咱大牌足用心呢。系。要去佚佗，你看，佫有炸饼，互大家食哩。炸饼你讲菜包饼是？佫炸两地，你炸两地，太好。是啦，袂使食这啦，袂使食这爱食一个佫有味的物件。较有味的物件。对。啥货？你有炸吼？我有炸。水哦。先来问你。用心呢，紧嘞。先来问你哈。好。敢会邀？烟肠。来了，烟肠来食看卖哦，这烧的哦，烧香。哦。你安尼食 OK 吗？当然无 OK 啊。为什么？无蒜头。蒜头是不是？你爱食蒜头哦？这算是烟肠的好朋友是不是？但是伊的产地想要去看、去踅去佚佗无？蒜头的产地。你约看卖倒位？啊？屏东吗？屏东不是洋葱？屏东洋葱跟蒜头拢是啊，落山风蒜头上好食。你在掰啊？啊无对。确定哦？可能无较难。加伊。倒位咧？今仔日要去云林的四湖。四湖？你全台湾行透透呢？你无熟啊？唔是无熟啊，只是唔捌听过呢。真正唔捌听过。口湖我捌听过。口湖听过啊。口湖云林嘛。系啊。真正有四湖这个所在。四湖诶。四湖这个所在呢，伫云林啊，这就是咱烟肠的好朋友。我感觉伊可能拢唔是主角，但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配角。对，看拍拢爱找伊。就你分出来啊。那你个烟肠无混人肠。安尼后你看到。对啊，今仔日你的气生小队的伙伴啊，敢会喷人肠？唔知我给你10块嘛。气生小队啊，阿卢啊，王婷啊，精彩哦！加烟肠。讲几条。等一下，算见面礼啦。哇！你头一摆来呢？我看到你呢。收到呢。这就好食。好食，加讲是就是减一减蒜头啦。你等一下念有啊，你最爱食蒜头啊？我最爱食，我是专家呢。你知影，阮囝仔拢叫我大厨，因为我煮菜拢会加蒜头。真正。煮菜加蒜头就专家。我是专家，煮菜无加蒜。你想啊，蒜头嘛，唔当是会当炒菜，嘛会煮汤。啊，你有食过迄5星级的牛排无？伊上出名的就是牛排配几粒烘过的蒜头。伊迄是安尼烘几粒的，伊是几粒的，啊又甲破开，对无？爱烘到全油去，啊你爱用汤匙安尼甲哦出来，爱甲食的时阵的口感就亲像马铃薯，啊袂呛，嘛袂咸，啊加牛排足好的。婉婷，你嘛介意蒜头？我嘛介意蒜头啊，而且蒜头会当讲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哈？因为有几来当前的时候，我迄当阵拢落头毛，啊，叫迄阵才开始知影讲爱好好啊保养头皮。那是压力大。压力大，嘿啊，啊，佮困了无好。甲蒜头什么？拄好洗着迄个洗头毛的，伊内底有蒜头的成分。蒜头？姜吧，姜才会洗毛呢。姜才会洗毛，蒜头才会洗毛。唔是洗毛，是保养。你甲骗！我就是要问你甲骗嘛？你甲骗嘛？无啦，搭配皮，当椒皮。你甲骗！你食一嘴啊，佮甲骗一嘴。你食一嘴啊，骗一嘴啊，好。食一嘴啊，佮甲骗一嘴。哦，袂歹呢。你已经看到，别想我真好你要烤啊！我你爱皮的头皮上深的所在。上深的所在。起码改，你要皮一下。哦，没啦。好啦，今仔日的我的导览先生会查来恁。大家上爱的蒜头，伊是虾米人呢？伊足出名呢，无姓农民的农民。我会使安尼讲，因为伊代代毕业了后去读研究所，研究所了后呢，你有看卖？伊想要做啥？做博士啊，做医生，头家啦，嘿啊，无。
伊转去庄卡去种蒜头。啊，拄啊才结婚哦，伊嘛带因某做伙去种菜呢。啊，因某有 OK 吗？有滴啦，好滴咧，幸好快乐，无离婚啦。对哦，伊讲伊是盛海峰的蒜头囡仔。盛海峰，蒜头，你盛海峰对啊，听过就盛海峰甲蒜头有啥物关系呢？叫伊家己出来讲。哦，你叫。好，咱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蒜头 boy 阿弟。蒜头 boy，蒜头 boy 老师你好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来自云林市哦，我是蒜头 boy 林峰弟。阿弟老师，咱今仔有考核。你准备好未？我准备好啊。好，来，婚林龙山一级棒，四湖蒜头上界险，欢迎来四湖看海景，吃蒜头。耶，来，欢迎。好，蒜头 boy，蒜头 boy。哦。哎呀，看袂出来呢。而且伊个是读大的呢。嘿，高材生呢。所以你是读植物系的？唔是，我读心理系。哈，有关系呢。还无关系啊。你读心理系？蒜头敢会爱谈心，敢会爱用心理系的角度去种。你爱用心甲顾啊，用心甲顾。蒜头足娇贵，啊你一个顾无好吼，伊就死互你看。哇，无好顾。所以你研究所一毕业了，马上就等于故乡种蒜头。无，咱个是伫台北奋斗几啊年了，感觉在故乡吼，是安尼，逐摆转去，即迄个阿伯，咱会顶回转来还阁有伫的，即回转来就无去啊。想讲我是退休，咱才转去故乡的时阵，即个时阵敢会讲转去就无人啊，你转去创啊？所以毋则想讲安尼，咱是毋趁咱阁少年的时阵，咱就转来故乡，看有法度，甲即款偏乡的即款问题，甲挽回一寡无。但是你毋是讲你想要种就会使种呢？你若要养肥，你迄肥料你敢担会起来？哦，你这个身材我看是无可能哦。讲到这就是对嘛？你来。比如讲我是肥料好啊，你今晚要去养肥，肥料要跳。有没带变去呢？来，你一开始转去，你若是要养肥还是啥？你应该是感觉不哩啊辛苦。不哩啊辛苦。有一摆排药桶有无？有一边的迄伤重啊，真正徛袂调啊，迄长远搁安尼落有无？打落将规个咽落去。真正累惨呢，规身躯拢是药啊，排完有无？还是牙肥牙完哦。腰酸背痛安尼，因为咱较早敢晓夹鼻啊，袂晓夹猪头啊，吼手嘛会碰拍，安尼啊，你的故事我最想要听。来哟，老师你准备好啊吧？好，准备好啊。来，互咱倒咱者。好，蒜头 boy 耶哟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今日的导览先生林峰弟，今朝要来大家介绍咱海口蒜头。咱台湾的蒜头吼，10粒有9粒半拢出产伫云林，其中以四湖的产量是咱所有的乡镇内底第1名的乡镇。嘿，所以真正是蒜头的故乡诶。蒜头的故乡啊，吼。不过四湖这个所在足少人知，咱四湖伫倒？咱四湖大溪，就较有人听过对无？大溪就是四湖的北顶，咱南下落来就是四湖，四湖搁落来有一个所在口湖，大家拢叫是讲着四湖，大家拢敢口湖安尼？毋是，咱是去大溪参口湖中四湖，四湖。东边则是北港，北港咱就熟啊。四湖这个所在吼，讲实在风头水尾啊。安怎风头水尾？咱嘉南大圳的圳水啊，根本淹袂到这遮，所以这遮无好种植。而且人讲海景第1排，咱毋是海景第1排，咱是
风头第一排，盛海风第一排，海风第一排啊，所以咱四湖因为安尼特殊的环境，大部分的作物啦，拢足歹生长，啊，偏偏咱这蒜头伫即款的环境生了吼，伊就会甲特别侪营养吼，拢互下一代。咱蒜头就是咱台蒜吼，会经济啊，吼，会经济，伊会种啊，所以伊要繁衍下一代，伊就甲上好的物件拢放在这蒜头内底，因为这气候较恶劣的吼，所以这蒜头伊就特别咸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所以蒜头伊就是这个作物伊的经济。嘿，对，所以咱海口的蒜头，你看，食什么有较细粒，咱海口的蒜头特别咸，特别香，毋过伊的板子，板子就是迄板头，就会较细，所以咱为呾出外口买较大粒的时候，食起来嘛较无遐尔香，较无气味。嘿。其实你要买海口的蒜头，海口的蒜头虽然较细粒，不过伊一粒当咧几六粒。是安尼。嘿，敢若迄咸姜啊，愈细愈咸嘛。对啊，意思。市场买我袂经这呢，我会经迄足大粒、较大粒迄种。你经较甜的，因为咱蒜头现海风食咸水腌的蒜头会特别甜。食啥物咸水腌？啥物物件？咸水腌就是咱海风为迄海车来时阵。有一定迄咸水腌，咸水腌迄互大部分的作物，拢无法度生长。过蒜头有这咸水腌，伊就是内底海风内底挂盐，这蒜头会特别香。嘿，原来是素咸水腌。爱食苦，爱食苦，较辛苦，食苦当作食补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嘿。好，咱来介绍大家一寡蒜头的小知识。咱蒜头采收起来，咱号做规粒的时阵，咱号做乌头啊，乌头咱甲白，互清气，咱就号做白头啊。白头啊，你这是咪安尼一瓣一瓣，安甲掰开了，有大粒细粒安尼。敢若咧排队。足古锥的吼，有大粒细粒，小蒜瓣，咱搁互伊一个名，号做蒜米。敢若米粒安尼。敢像米粒啊安尼，蒜米，中瓣的，大瓣的。咱上大瓣的为生做菇壳，安尼形，咱就叫做菇仔瓣。足水呢。嘿，菇仔瓣，菇仔瓣足侪家庭主妇拢足介意。家庭主妇。对，哇，见这种，嘿啊。毋过还有一款哦，这菇仔瓣介绍已经比蒜米贵4-5倍啊。还有一款比菇仔瓣更较罕见。这样呢？一丛才一粒尔，一丛一粒，嘿，一丛才一粒，一粒粒，所以伊掰开敢若一粒尔，迄皮无伊免掰开，伊就是安尼一丛生落来安尼干结一粒安尼尔，伊无分班。伊拢无朋友，拢无，就几粒一粒尔。所以足高分的哦，毒死那有可能真正有可能。咱这条做高粒啊，这毋是蒜头，这是粒子吧？这足高水呢，足高水啊！这条做高粒啊。市场哪捌看过这？这产量有够少的，只有1000丛，差不多才1-2丛，还是安尼。所以其产地一般就人拢买完啊，拢人先预定，预定啊。特别种，还是讲得看缘分？看缘分特别真袂好啦。这上面变异种对对啊。这样哪卖？一般的介绍吼，是咱一般蒜瓣的，迄蒜米的介绍，差不多10倍的介绍。10倍？我的天哪！所以今卖蒜头一斤偌济哈？大概120几吧。120几。所以咱这种的一斤都要1000二。无啦，无遐贵，咱头是讲比蒜米来讲，也是，差一般的蒜瓣差5倍啦。 5倍。嘿。等，你拄只你是咧啉啥物？这足高水呢。你拄只你是咧啉啥？你是毋是家要甲打断？你哪会使有这种行为？5粒尔啦。5粒几啊100块5粒尔啦。你足假的，我嘛分2粒啊。我这边我嘛有看到呢。你拄只我看到。我只1粒尔呢。嘿啦，分享一下。一般高粒大概是拢摕去
浸高粱的啊，浸米酒啊，吼，浸药酒啊，因为伊这啉落去，较稀卡，较强身啊。够水，我掰开才水的你。啊，你讲这口味会较芳较咸？这会较比一般来讲会更较芳更较咸。你的烟尘，嘿，中盛会使配配中午配这什么粒？什么粒？高啊粒，诶，咱做伙配一做。来，所以你哦真险哦，啊水要传一个无？哇！阮着有险哦，有盐哦，就险咩？会流目屎哦。这蒜头内底倒掉去，你知道？嘿，伊上棒的迄粒啦，你倒掉迄迄味劲足强的啊，真强啊！但是气味足赞的。食这了后，喙要臭几工？等几六工哦，你讲。对吧？你还是还好。我唔是吸血鬼，好不好？好食嘞，目睭拢金起来。哇，是会唱啲脑门里的，哎呀，沙里呢？等做头壳咁要青烟啊咧。嘿，这半粒唔甘食，早顿啊，我无。唔甘一个个食。哎，这足珍贵呢。赞呢，头4人头一摆。好，咱来问大家吼，恁大家头蒜头嘛食吼，哎，敢会知蒜头到底是亲像莲雾共款伫树仔顶的，还是亲像菜瓜是安尼趴顶的？应该是种入土内底。种入土内底。他偷刀。哦，bingo bingo，嘿，对，好，咱来看蒜头，伊就是种入土内底。这是蒜头，这就是什么葱啊吧？无，这蒜头。吼，咱蒜头就是伫这土内底。哦。嘿，咱蒜头，咱就是每一年的差不多中秋，这当阵落甲种落土，吼，用你头仔食的迄粒甲堵落土的。哦，嘿，爱种偌久才会收成？咱差不多种200工。200。吼，所以一年才一季尔。哦。嘿，一年才一季通收。所以就是讲，今仔日我这粒，嘿，若无食掉了，我甲这粒直接甲刻落土内底抬起来，伊就会发出来啊，就搁生蒜头啊，伊就搁生蒜头啊。啊，高粱嘛共款吗？啊，高粱嘛共款，而且高粱种出来长的愈勇。毋过尾啊，你无一定会得到高粱啊。哦。啊，咱蒜头来到过当年的时阵，吼，清明节迄当阵，咱就是会采收，吼，啊，这就是采收的情形，吼，采收的时阵，吼，就是为涂骹甲烤起来了后，吼，加头加尾，吼，啊，就是咱看到的蒜头，吼，安一粒一粒。啊，你若无用机器采收，人工安尼？用机械，目前也无。有，啊，毋过采收率袂好。吼，伊落去园底蒜头吼，啊，你敢怀蒜头捡的，就几六万块啊，根本袂好啊，吼，啊，所以目前还阁是用人工，啊，而且咱的蒜头是安怎用人工采收，因为咱台湾的蒜头是伫园底栽种黄的，啊，咱水果是毋是食栽种红的？较甜啦，较甜较芳，啊，蒜头其实栽种黄的嘛会较芳。哦，咱台湾蒜头，因为就是拢等伊规丛安尼打甲剩3、4叶尔，哦，啊，即款蒜头特别咸，特别芳，啊，这嘛是因为咱从进口上无共的所在，这蒜头这无好顾，啊，所以蒜头是安那介绍比一般的农产品来讲，伊介绍的就悬较悬，就是因为伊这期间久，吼，啊，佮你一个适甲插，你着免啥收啊，嘿。吼，安尼以上，吼，这就是甲大家介绍一寡蒜头的小知识，啊，过来，咱要来，咱是毋是会去市场买蒜头？啊，为哪买倒来食，哪会感觉这蒜头无味，怪怪，啊，煮起来硬串，哈，啊，佫无够芳，啊，后一顿佫甲落较济，共款，啊，为哪是安尼？啊，咱买来一包内底，啊，哪会这顿煮起来有味？后一顿煮起来又搁无味，嘿，是啥物原因？因为
你买到的蒜头可能去染到进口的啊。染掉。嘿，啊，老师，今日咱有准备吼2盘蒜头。你的题目是啥？咱来分看，大家会知影，倒一盘是进口的，倒一盘是台是湾的。台湾的。有看嘛？有看嘛？要看吗？要看吗？袂使食哦，袂使食哦。你用看，用我外会形判断。嘿，你会知？这种肥的，还够扎实。嘿，啊，这敢若无啥应用呢？这看起来有乌乌啦，对不？你袂买？我买这个较实际。我跟你讲，我跟这个紫色。我会买这个呢，白色这个。你会买白色啥？因为伊下骹佫有留这，看起来敢若。哎，秋姐，你讲有秋哦？系啊，下骹佫有秋，佫有秋吼。是不是感觉较黐？系啊，较黐，而且敢若对位山地拄啊送来啊。啊，你敢无想讲啊？台湾呢，敢会做甲遮功夫？袂吗？哈？你博士呢？你袂甲我修毛哦？你敢会做甲遮功夫？搁思考一下，搁想看卖？搁想看卖。嘿，好。为什么老师会安尼甲你问？哦，啊换啦。你换啦？嘛买这有毛的，我一定要有毛啦。那么凊彩讲讲的你，我相信啊，答案是有毛的，好来，我这有毛的，你去甲我看卖啊。这个答案鉴定一下。咱来个鉴定一下，鉴定看卖。老师感觉较加有毛的哦。哎呀，老师一直暗示我们要学毛的。这是不是台湾的蒜头我目睭内底都有毛啊咧。我无咧听我讲话。我只係講你講哪？你講哪？我講吼，有毛的到底是不是台灣的蒜頭？啊，到底是唔是來看者？看一個哦，是啦。哎，是啦。有毛的才是哦。嘿，咱尻川有毛的，这是台湾蒜头，因为咱进口的，因为要进口入来的时阵。袂使挂头，所以你也去市场，甲看卖，伊也是有这毛有手啦，尤其顶头也是还有一寡涂刷粉，这就是一定是咱台湾的，你也是清起清气，这就无一定啊，嘿，有可能迄个头家较骨力，伊甲加清一清，嘿，对。啊，那外国的进口的无遐尼啊有味啊？伊就是。规丛个青青的时阵，伊就菜啊，伊还无够熟而且伊遐看咱讲风土啦，伊遐参台湾的环境无共款，种起来伊就较无合咱台湾人的口味。过来，过来，咱蒜头买转来，咱安怎伫厝内要安怎甲藏，才藏的较久？拍日头，拍日头。我以前拢甲阮蒜头放伫厨房，阮厨房无日头，你知？伊就会生菇。阮兜是西晒，你知影无？我拢甲我蒜头拍伫我客厅，我拍伊都会放足久呢，2个月呢。嘿啊，拍日头足好用的呢。拍日头安尼是对，毋过你毋通拍大日头，像你胃疼安尼，互伊纳一下热，爱互伊水气走去一下，安尼是对的。毋过为呾咱安尼处理咱伫蒜头买倒，其实咱就是甲调的通风处，就好啊。甲调的，互伊安尼通风，就好啊。免特别安怎处理。你也是感觉咱室内为人想讲带拿口啊遐会较湿，安尼咱摕出来纳一下热，一个月摕出来纳一下热，安尼是纳热哦，毋是拍热哦，通风就好。拍热你会熟饭哦，你煮你感觉这蒜头哪啊无煮就熟啊。拍较熟。咱安尼处理毋过咱蒜头咱嘛发现，到尾佫是会爆去啊。嘿，所以才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，就讲蒜头咱要煮要食的时阵，到底是要啃这细粒的先用，还是啃大粒的先用？这是细粒的，大粒的，细粒足够水呢。要煮先用大粒，还是先用细粒？你蒜头一包蒜头买定，一定有大粒细粒嘛。我经细粒的，细粒的，因为你愈放愈贵，就会无水分，大粒伊较济水分，所以伊较会比较早干燥，伊较袂遮早干燥，所以细粒要先煮。
你要细粒的新水。我是感觉讲，咱做人较大班的先大粒的，甲啃落去煮，啊细粒的豆豆安尼一粒一粒抾开，豆豆啊。若是有人摕来就煮细嘿啊。啊，好子哥咧，好子哥你咧？应该是先煮大粒的啦，因为你若客平济工的时阵，咱大粒歹去啊，歹到遮大粒，对无？啊，咱先煮起，啊你细粒歹去啊，按一点点啊尔。是有道理呢。当然假讲的，对无？变大粒，好，来大粒的，大阿妈注意听哦，听我的哦，大阿妈哦，到底是爱先食大粒的大班的，还是细班的？到底？哇，大家拢对啊！蒜头吼，愈大粒愈无好啃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咧咧打的时阵，就像头讲的，伊大粒的伊内底还无够大，水分较济，水分会残留较侪，所以伊就较紧歹。而且吼，咱大班的吼，大粒大班的咱先食，咱唔通留咧互虫食。哎呀，所以大的先食，先食大的，大粒大班的先食，唔通叫虫食去。吼，头讲蒜头，伫咱中秋节天气变冷的时阵，伊就剥个，发芽，嘿，啊蒜头剥个会食的袂？会食，咱咧煮呢，无足浪费呢，会啦，会使，你拢安尼煮互恁翁食，你家己拢无食。会当啊，会当食啦。咱农产品内底吼，有几项啊出个袂当食的，马铃薯、土豆。土豆，对，哎，这出个拢袂，有毒素，拢有毒素。啊，你像蒜头、姜、哦、番薯，这出个拢会使。哈，对。而且吼，咱蒜头伊也是剥个了吼，伊会抗老化能力，吼，咱讲正好做抗氧化能力啦，吼，伊会搁较好。所以即当阵食蒜头，唔通规个甲单调，迄足怕酸的，紧甲煮食，因为你搁互伊个愈抽愈悬时阵，迄条蒜头就愈来愈怕，愈无好食。嘿，对。啊，伊发的迄个芽敢会使食？哎呀，迄个芽才好食。我是去菜市仔买的时阵，头家娘特别甲我交代，讲，迄若发芽你唔通单调哦，这做好食的哦。我讲哦是哦，我嘛是本地唔知拢单调。嘿，有个人唔知规个拢单调，就怕酸。系啊，你是唔是无咧煮饭？无，我就食饭，我饭汤。好，你讲你是青年返乡的感觉嘿，一定会有文创的物件对无？有啊，咱就是为着要发展这蒜头吼，或者蒜头的产业愈来愈好，所以咱就想一寡无的啦，吼，有诶无的，吼，咱就甲蒜头做成钥匙圈。在高水哦，这高水的吼，到无几工就发芽啊。袂啦，咱迄是特别做的，袂发芽。迄不是真的啦，真的啦。哦，迄是假，迄袂播的啦。嘿，但是有一个真正会发芽。嘿，吼，啊，咱嘛有甲这蒜头吼，利用伊这古法，较早吼，咱蒜头拢是爱规丛，冻蒜呢？冻蒜呐，冻蒜。哎呦，这是真正的蒜头，这是真正的蒜头，这会当吊水，吼，啊，你嘛当。啊，放在厨房安尼排水了，今日这粒袂歹哦，咱就甲加落啊。会使抽出来吧？会啊，嘿。就一支啊，你看蒜头是安尼一支的呢。嘿，对啊。有无？本来这顶头这只就是叶啊，有无？咱头仔是咪讲？伊这就是去土内啊，哦，这下骹就土内，啊，顶头就头拄仔怀叶啊。咱这就是用古法，安尼一层一层落去甲拍。啊，拍的这个个收的，宝宝，小宝宝，所以这种特别紧的，这差不多100层，才紧3层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无逐层遐水啦。特别紧过。选美。嘿，咱要甲摕出来做艺术品，咱就是爱紧较水。你若是爱出来选的时阵，你就一定爱买这冻蒜。好甜呢。因为我出轨就侪外景嘛，啊，人如讲咧，农夫应该拢是就老无呢，起码就侪青年返乡去做农业，啊，伊就会更加很多那种创意的文创产业拢甲伊结合在一起。对啊，咱就是爱甲
各行各业优点，咱个放喺农业在遮，互农业互大家看见，对啊，所以咱也是大家有食过蒜头啊，知影海味蒜吼，海口的蒜头遮尔好食，咱有时间咱欢迎来咱海口来看咱海口的风景。哦，就水的呢。哦，还有水无？水呢？哇！哦，你看，敢若够歪呢。规粒蒜头安尼，哦，遮大粒沉落海安尼。规粒蒜头，规粒头。我看的拢是蒜头，是蒜头，看到拢是一粒蒜头。我一粒望镜头。以上就是我对蒜头的介绍，以上多谢大家，谢谢。这合理啦，等下投票的时阵会使用。讲真的啦，伊一开始带我无相信，讲伊真正等去做农夫啊，去种田。但是伊安尼介绍了，我感觉伊规个人变，就敢若李人安尼做人。你有感觉？拢缘投票。你哪有法度有遐尼侪想法去想到遮有诶无呀？就像头啊，你朝思暮想，在困嘛咧想的时阵，就拢变成蒜头安尼。所以你想到的，想到的看到的，你总会想讲这要安怎蒜头结合做伙？像我有一摆，我来去食饭食，骹去踢着啥物？我看，阿母啊，你这红是啥物？伊讲，这红就醋蒜啊。我讲醋蒜，哦，蒜头哦，安尼我要食看卖。我阿母就开互我食，你食起来酸甘甜，足好食的。醋酸，醋酸是什么？恁三个拢唔捌食过哦？无呢。你拢唔捌食过？醋酸，想要食看卖？袂，来哦，这就是醋酸。这个色水无像蒜头呢。无像吼。所以食这是辣子。来，嘿，这是辣这当直接吃哦。直接。规粒食吗？规粒。去切，去切。要加切。是咪无啥蒜头味？对哦。食起来个胖，酸胖味，无呛味，无呛的。这做消化的哦，所以你也是囡仔咧食袂落饭吼，可以食这伊胃口就开啊。阮兜叫做糖蒜，配饭啊，配糜，配白粥，拢最赞的。配红酒敢会下？配红酒哦。因为我伫咧澳洲时，拢会食迄嘛是人用醋用迄橄榄啊，系啊，配有理哦。你会使试看嘛？你有红酒，OK？而且迄顶端，这是恁设计的柑仔，搁迄个包装纸。对，这包装纸就特殊嘞。系啊，这包装纸就水的嘞。文化嘛。这是家己做的。嘿，家己做的。这家己做的，这是做这手抄纸。手抄纸。你看这，这金金的。这有像蒜末啊无？哦，这是蒜末啊！蒜末做出来。蒜末做的纸。所以这你嘛是你家己想的。这就是咱咧想到底蒜头要掺出来生活的元素，夹做伙的时阵，想讲是人来咱遮要做一寡 DIY，咱要做啥？想讲会当掺这手抄纸，放做伙呢，所以就去做，发现效果袂歹呢，足水呢，足水的纸，就是讲用外口这个膜啊，这皮，这膜，就特别呢，就用心的啦。系啊，这罐你想要送予影响哦。这三个我安尼我要怎送？这是你的问题啊！你应该爱砸3罐咯。不要紧，我会栽培就好。规箱的。加一杯酒啦。好啦，咱好。加一杯配红酒啦。谢谢，哇！这算是贿赂。是讲吼，咱今仔日位头到尾拢介绍蒜头。嘛是位头到尾，敢若拢食蒜头。你想要食其他的嘛？想要食一个烧的。烧的。汤料无问题。有。我今日有传一鼎蒜头粿，叫我的好朋友早起就控3点外钟，特别欠分啉
炸到台北这家啦。安尼就对啊啦。你欢迎豆兰先生的豆兰好朋友是当前的小天使露娜小姐。当前的，林鹏哦。我就胖阿伦啊，嘿，阿伦，你嘛是为四湖来的？对，我为四号来的。重情重义好朋友。重情重义，安那重情重义啊？我大概甲叫吼，伊拢讲好，无管甲讲啥物，伊拢讲好，而且上重要的讲，伊一角运就无要甲我收，哈。哪有这个代志？你是安要遮尔听伊是安那？啊，我这个人就是唔知安怎拒绝啊，拒绝。唔知安怎拒绝就对啊。是一个好人。你是毋是感觉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，有粉红泡泡？暧昧呢？暧昧哦。伊可能哦，心内底偷偷介意这个四湖的李丽人。对啊，有李丽人结婚啊，唔通嘿，对，放在心内。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无啦，这其实吼是我夜间部同学啦。哦，也见不同。伊就是恁某就对啦。对啦。哦，伊就是你某。嘿啊，规个你什么重情重义的朋友？他到底是不是要啉汤啊？未？来了，这是啥物汤哈？哦，皮看卖皮看。就来了，这个鸡汤来芳咖呢，哇，小混混。这鸡汤的设置呢，我甲无啥共无。哦，芳咖。哦，芳咖心。哎呀，就放在呢。谢谢。你滚3点钟哦。嘿，爱煮3点钟哦。内底吼，唔那干那蒜头，还有黑蒜头哦。哦，蒜头。蒜头，敢有食过黑蒜头？我唔爱食过黑我蒜。爸爸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爸爸就爱用迄黑蒜头。你爸爸有？哎呀，伊家己用电锅做啊，伊叫我开4千还是5千买一个迄压力电子锅去做。哇！但是做黑蒜头的时阵会足臭的。真的哦。哎呀，我规个厝的拢是迄臭味会发芽。嘿啊。咱做黑蒜头的时阵吼，厝内怀蠓虫啊、家蛇啊，拢会惊走。拢会走去味啊。真的。哦，你这鸡汤有够清甜哦足甘的，足甘的啦。其实吼，做黑蒜头嘛足简单的，咱伫厝内底就会使做。家己会使做。做黑蒜头较简单，还是做因某较简单？这个问题歹讲。大研究所毕业，我讲来种蒜头。有啦，黑蒜头。哦，这咁样样去啊？老师转移话题呢？嘿，黑蒜头。刚刚蜜饯呢？嘿，跟盐酸甜呢？嘿。来看。敢若老菜脯啊，滚烂去。无去甜啊，甜甘甘安尼尔，安尼尔。啊是安那哦，伊一闭叫伊就讲要去装卡，你搁对伊去是安那？啊，就结婚进前就有伫讨论讲啊，结婚了后，阮到底是要住倒位？吼，啊，皇帝爱自由，啊，我惊无聊，啊，阮就讨论讲。我就轻细汉，阮老爸老母就拢无甲我管啊，我想要创啥就创啥。啊，我是北部的人，啊嘛住北部住几啊年啊，想讲啊无咱转去云林，转去庄脚住看卖，吼安尼。你两个真港口走的呢，就会啊，就会啊，这真爱啊！真的真爱，这个李人你也甲伊顾咧，愈看愈缘投啦。像啊蒜头好，要甲变黑蒜头。好，黑蒜头吼，其实就是甲蒜头内底这蛋白质啊，变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啊，所以你这食这黑蒜头，就咱补充咱的氨基酸哦，所以这皮肤就做幼咪咪。头家牛就进来，甲阮做。来，因为头家牛看起来吼，无像亲像嫁互农夫的。真的，你嘛看，哎呀，皮肤拢是咁的呢。看出来今年60几啊。我平常是逐工拢伫食黑蒜头。好，其实吼做黑蒜头足简单呢，咱就是传一个电子锅，吼，爱电子锅毋是电锅，吼。电子锅甲电锅佫无共啊。无共款，咱电子锅安尼砍开吧。吼，啊，咱电锅
较有香。哦，咱甲咱的盘啊安尼下落，吼，因为蒜头吼，若是捌着咱的这锅子锅边会有水分，捌着水吼，较会失败，较会乌起，会苦苦，嘿。电子讲吼，上用迄基本型的上好，啊，咱卖买迄电脑的。对啊，阮后辈就是买电脑机迄种，迄上买伤高级，失败率电脑较悬。对啊。啊，咱搁传这较厚的厨房纸巾，安尼铺好，吼，安尼铺咧，就把咱的蒜头，下落，就简单，唔免，几粒落去。啊，若是讲咱厝内底有迄一瓣一瓣的蒜瓣，嘛会使做，赶快嘛会使做，吼，咱铺平，吼，先铺一层就好，铺一层了后，咱搁要来第二层的时阵，中。搁餐巾纸。啊，若是讲我蒜头跟迄进口的，啊，味会无共无？无共，会苦苦，会苦苦。哦，真正哦，做起来苦苦。啊，咱家己台湾的蒜头吼，做起来甜甜，啊，淡薄啊酸味安尼。原来滋味酸味酸味。安尼铺好啊，嘛足简单呢，咱搁甲餐巾纸安尼铺咧，嘿，安尼就会使盖起来，吼。安尼就好，盖起来，啊，插电，吼，电爱插，最重要。要毋过袂使撇落哦，吼，保温就会使，保温就会使，嘿，撇落就煮饭的，嘿，袂使，就变你就爱煮食蒜头啊，嘿，就是蒜头，迄毋是蒜头，蒜头煮熟啦，毋是咧做蒜头啊。所以内底嘛毋免客水，毋免。安尼就好。咱会使，因为逐粒电子锅无共款，吼，差不多第5天的时阵会使安尼。5天的时偷看，看变色无？看有伊的失水，吼，咱来看卖。吼，咱遮吼有做好的5天以后，5天以后生做安尼，吼。咱若是5天的时阵吼，你发现伊的失水变搁白，就爱搁做2-3天，吼。啊，若是亲像这咖啡牛奶的湿，吼，就会使啊。吼，啊，阮遮搁有一个撇步，哈，若是好啊，咱摕一支箸，吼，摕一支箸安尼拍开，夹咧后壁。嘿，差不多留两支枕头啊的芳，吼，安尼搁。烘差不多1天左右，吼，互伊收水，安尼食起来搁较 Q。5天是无一定哦，因为每一台电锅，为的电锅爱15天。15天？那差因为每一台拢无共，啊，所以你就是5天先甲偷看起来，还是还搁足白，你就继续甲放诶。伊拢倒落呢？有够水，哇，连根瓜你看，就是连根瓜。对啊，哇，而且伊搁有一点仔水分呢，敢若糖呢。你这个有？系啊，敢若地瓜的地瓜的感觉。系啊，真正有连根瓜的味，敢若蜜饯呢。这是直食，嘿，对。QQ 呢，那足香的，香。哎，内底真有水分，你看。佮甘甜啊，嘿对，有一只甜的味呢。那呢？安尼是上好食的。咱若是第一届做吼，有的时阵会做甲软香，迄较歹食，直接食较歹食。要毋过咱嘛会使来做乌蒜头鸡，嘛会使，所以袂失败，拢袂浪费啦。就算即摆蒜头遮贵，我嘛无可能会做失败就对啊。对，上计是较无遐好食呢。对，啊无都直接食。你是毋是想要转去做？试看嘛，敢若就简单的呢。你问咱一支面，你看，所以家己做啦，较会好啦。类似咧食生甘甜内底迄个乌梅啊，对，有无？是，伊有一个自然的甜味，嘿，是蒜头。如果我们是炒菜，就加不出来。啊，你如果你做成黑蒜头的话，就会黑味。蒜头营养分伊拢还阁保留啊，而且伊会化成小分子，人体阁较好吸收安尼。咱今仔日东南城市吼有青年返乡，对土地爱，搁有爱情的滋味，酸甘甜啊，搁有好食的鸡汤。安尼哦，我若想为了到尾拢食蒜头呢，我想要投票伊讲。你讨论一下讨论一下，我甲恁讲，咱拄则嘛食，啊嘛有去算。
吼，啊人才认真做返乡。但是咱嘛是爱公平，咱气算小对，咱观众朋友看了，啊，感觉咱有豆腐因才会去算啊。啊，对啊，你若感觉蒜头尔还好，你就买，你这支就炸断。这个就炸断。啊，你若讲伊袂歹，这支两投票先，这支就互伊。哦，阿爷还给我们吗？伊袂还给我们。啊，你们这两难呢？咱会使把这件摕倒。安尼也有一些必备的嘛，对啊。这两三，请投票。好利啦！谢谢，当帅。这有认真，有感动到啦。你想讲我就创新的 idea，这是我比如就感动的地方。会当感觉到真正做爱伫内底。对啊，啊，今仔日多谢阿弟老师、导览先生、阿弟的水母吼，今仔日足欢喜的，有食有了，你拢无咧听，无咧听。观众朋友啊，你若是有爱土地的故事，爱分享吼，大家听，欢迎来报名。嗨，导览先生，咱后一来相会，拜拜。